作為國內第一大 DRAM 廠商，亦都係全球第4大嘅 DRAM 廠商，長鑫科技正式登陸 A 股市場。咁目前嚟睇咧，長鑫科技已經係提交註冊申請啦，同時咧佢嘅註冊已經係明顯生效嘅。咁亦即係話接落嚟咧，長鑫科技將會正式登陸 A 股市場，成為 A 股市場名正言順嘅存儲芯片巨頭公司。咁今日我哋探討嘅問題係長鑫科技喺 A 股市場裏邊咧，到底值幾多錢？咁而家我哋知道啊，長鑫科技嘅上市咧，正好係遇上咗比較好嘅時機啦。因為我哋睇到目前咧，存儲芯片正迎嚟咗超級周期，與以往嘅上升周期唔同咧，超級周期啊，唔單止係受到存儲芯片上升周期影響，而且咧亦都係遇上咗 AI 全面爆發嘅紅利期。咁呢幾種因素嘅影響之下咧，亦都促使咗全球存儲芯片巨頭嘅估值與市值嘅大幅提升啦。我哋可以睇到最新數據，包括美光科技、三星電子以及 SK 海力士在內嘅存儲芯片公司，佢哋繼續處於歷史新高嘅水平，總市值咧亦都紛紛突破咗1,000億美元嘅大關。咁呢一次啊嘅存儲芯片迎嚟咗超級周期咧，對於多家嘅存儲巨頭嚟講咧，亦都充分享受到超級周期嘅紅利期啦。不過從全球市場範圍裏邊咧，目前嚟講，無論係長鑫科技抑或係全球存儲三巨頭嚟講咧，佢哋之間依然係存在住一定嘅差距嘅。點解咁講呢？我哋以 HBM 亦即係高帶寬內存為例咧，目前全球擁有 HBM 量產能力嘅廠商咧，亦都只有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科技。長鑫科技咧，雖然係國內最大嘅 DRAM 企業，但係咧佢目前喺 HBM 領域咧都係處於加快研發階段，尚未形成成熟完善嘅 HBM 量產能力。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可以關注到啊，喺全球 DRAM 市場份額裏邊咧，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科技咧，呢三間存儲巨頭公司目前所佔嘅市場份額啦，亦都超過咗85%，擁有絕對嘅價格話語權。咁從最新數據顯示咧，目前長鑫科技喺 DRAM 領域裏邊咧所佔嘅市場份額咧，約為 7.67%。咁意味住與存儲三巨頭之間嘅差距依然係比較大嘅。咁從細分數據嚟睇咧，三星同 SK 海力士分別佔據咗 30% 以上嘅市場份額啦。美光科技喺 DRAM 嘅市場份額裏邊咧，佢嘅佔比約為 22% 到 25%。長鑫科技按照 7.67% 嘅市場份額計算咧，與美光科技之間嘅市場份額啦，依然係有 15% 以上嘅差距嘅，所以從短時間裏邊咧，好難快速咁縮小彼此之間嘅差距空間。與全球存儲三巨頭相比啊，我哋可以關注到目前長鑫科技喺 DRAM 領域咧，依然與三巨頭係存在一定嘅份額差距啦。同時喺目前存儲芯片裏面最賺錢嘅 HBM 部分咧，長鑫科技啊，依然係拉三巨頭係存在一定嘅差距啦。咁目前長鑫科技尚未達到 HBM 嘅量產能力啦，所以亦都影響到佢嘅核心競爭力啦。咁最重要一點啊，就係目前長鑫科技嘅主要市場咧係來自於國內市場，國外市場依然係處於不斷探索階段。咁與之相比咧，全球存儲三巨頭喺海外市場裏邊咧，已經係形成咗足夠強大嘅競爭力與話語權啦。咁三巨頭與全球知名企業科技巨頭之間咧，已經係形成咗深度捆綁嘅利益關係，以及形成咗深厚嘅生態鏈合作關係啦。咁由此亦都係拉開咗與長鑫科技競爭力嘅差距。咁從市場需求嚟講咧，目前市場對於DRAM 嘅需求預測咧，依然係非常之樂觀嘅。根據相關分析師嘅預測咧，2027年 DRAM 依然短缺，
全球 DRAM 嘅短缺局面呢，可能要到2028年先會發生改變，亦即係話，即使係存儲三巨頭嘅市值已經係再創新高啦，但係喺業績強勁增長影響之下呢，股價與市值仍然具備創新高嘅可能性。咁同目前嚟講呢，我哋可以觀察到，其實存儲三巨頭嘅遠期估值比唔算貴，但當前估值呢已經係超過25倍啦。咁具體數據嚟睇呢，好似以美光科技為例啦，當前嘅市盈率呢約為45倍左右，但係遠期市盈率呢只有 9.87 倍。SK 海力士當期嘅市盈率呢高達 22.09 倍，但係遠期市盈率呢只有 8.24 倍。咁對於三星電子嚟講呢，當期市盈率係 25.43 倍，但係遠期市盈率呢卻只有 7.83 倍。咁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喺佢上市之初亦都可以通過當期市盈率同埋遠期市盈率呢兩種指標對佢進行估值嘅判斷。咁長鑫科技到底值幾多錢呢？我哋不妨從公開數據可以睇到一啲具體嘅數據參考。2016年、2026年一季度，長鑫科技淨利潤呢係 330.12 億元，歸母淨利潤呢係 247.62 億元，同比增長 1688%。一季度長鑫科技實現營收呢係高達508億，同比增長 719.13%。咁如果係按照一季度嘅淨利潤去推測呢，今年全年長鑫科技嘅淨利潤呢可能會達到800億到1000億元人民幣。咁按照1000億元嘅淨利潤進行計算啦，如果係10倍估值呢，咁長鑫科技嘅市值可以輕鬆突破1萬億。咁如果係按照25倍市盈率呢，咁長鑫科技上市之初嘅市值可能會達到25000億元人民幣左右啦。咁當然啦，對於 A 股市場嚟講係逢新必炒，新股呢亦往往具有一定嘅估值溢價嘅空間啦。咁如果假如市場對長鑫科技上市之初直接係俾到35倍到40倍嘅估值呢，咁長鑫科技上市之初嘅市值就可能直接飆升到 3.5 萬億以上啦。咁由此可見呢，如果長鑫科技係按照樂觀嘅估值進行定價，咁佢喺上市之初亦都可能直接係超越 A 股第一高市值嘅上市公司，成為 A 股嘅新股王啦。咁對於長鑫科技嘅上市定價，你認為幾多錢先係合適呢？咁喺目前 AI 紅利期以及存儲芯片超級周期嘅大背景之下呢，長鑫科技趕上咗好嘅上市時機，市場呢可能會對長鑫科技有一個炒作嘅預期啦。但係對於呢一類嘅存儲芯片巨頭嚟講呢，最重要嘅仲係取決於佢未來嘅抗周期能力、抗風險能力。未來存儲芯片行業究竟會唔會從強周期屬性逐漸轉變為弱周期屬性？呢個將會直接影響到未來幾年或者係未來長期好長一段時間裏邊，長鑫科技喺資本市場裏邊嘅最新嘅估值定價水平啦。咁對於長鑫科技到底值幾多錢呢？你覺得長鑫科技有冇更巨大嘅護城河或者更大嘅核心競爭力呢？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同時亦都感謝大家喺評論區講講自己嘅講法。我哋下期節目再會。